现在要示范这首歌曲，歌名叫做《分享》，是伍思凯的歌曲 ，key 是 C 调。时间已做了选择，什么人叫做朋友？偶尔碰头，心情却能一点就通，因为我们曾有过你像类似的生活，太多感受。 却非三言两语的形容，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会犯错，难免会受挫，幸好一路上有你。 陪我，与你分享的快乐，胜过独自拥有，刺激我人生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，胜过独自拥有，刺激我人生深感动。 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。